领领、副领领、各位组长、各位学代表，大家早安。早安。因为要才点，要午时，然后各位前员讲这几个啊，咱学生经典会使讲非常会这写哦，所以咧，咱虽然经过王点文书甲阮的训练，但是咧也是有足侪不足哦。今仔这英文的读音咧，阮就谢老师讲的差足侪吼因为无经过做一个训练，所以有足侪会走音去因此咧，请咱各位前内面多多包涵。那么当然，因为咱今年的7月，咱各位点文书7月啊，叫咱王点文书甲阮的记得。那么，只有这一年，而且跟各位前员共同来研究这中药。那么，学校也有这机会，学校来感谢我们天父书店连干的机温做事也丰足，是阮老大爷的留影代表，有咱辅导建议5代复兴，那么有咱艺术代表先生的点文书的后笔，咱前人的文会，各位点文书，甲各位前员代表，而且记得，那么第一学校伊着学校，而且心得，来甲各位前员共同来研究。那么当然，咱今日所学的这经典，咱知爱讲文字。是咱中央32种内底上简单，上简单。因此咧，咱有汉讲师才会分做4段来做一个讲解，由4个讲师来讲解。伊个讲解到互我一段的第3段，第3段。那么学校轮调咧，这英文非常难，所以咧学校嘛袂当咱闲话家常足多啦因为咧我今日这英文讲不完，我会像俗语不讲安尼比较开快车了解各位前员，时间中等，咱来到工作室，可是咱注意听。其实经典，谢老师甲阮准备的讲疑古疑今，就是伫咱历史过去几年历史有伫咱统治处的已经有2000几年但是咱今日研究的这书法的规定内底是非常的贴切那么咱今日儒家英文，咱就是会当真正历史光用。所以咧，而且咱读毕了后，就是要咱以前事骨，而且应对的语言内底、规定内底，拢会当非常的运用袂得罪啦。像咱迄个师傅讲的，得罪人了后，即世得罪是即世得罪，咱拢该忏悔了感恩。那么咱如果若有人得罪，咱嘛免忏悔，后免感恩。所以咧，这经典就是咱生活化。那么学经典了后，要如何生活化？咱孔夫子讲圣人是咱主圣人呢，伊甲咱而且在古文字内底，甲咱写到非常的这详细、甲清楚。好。所以咧，学校就来甲咱带动，带咱读一遍，互咱增加咱这段经文的这印象。那么各位前员，学校教读经教读经的时阵拢爱读经6字诀，咱遮后面因为咱也有读所以咧各位前员，请咱注意前员代表配合学校互咱较委屈的配合学校，其实咱拢免学校教啦，迄是学校抛砖引玉所以咱来把经文读一遍，就等于是一篇的后面一篇的咱学校读一句，咱对面学校读一句。那么拄则来学校，毕竟有去清洗咱谢老师，可是学校拄则临时抱佛脚应该有足侪音的，因为咱的汉音的足侪音八音学校好了袂清楚，袂标准。那么无标准的语言内底，叫我浅对学校学一遍。等下呢，咱要学较上介标准的呢，可以来清洗咱谢老师伊坐遐各位谢谢。我拄则坐遐，伊甲想我囝仔走落去，我先马个马上冲过去好，那么学校读一遍，咱来对学校读一遍官为天下国家悠久经，官为天下国家悠久经，外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应代行也，体君行也，子孙
即道理，尊严，尊严，即不贤，即不义，亲亲，即自无困地不完，即自无困地不完，应代时，应代时，即不贤，即不贤，体归时，体群时，即书之报内容，即书之报内容，子书民，子书民，即必成法，即必成法，来必讲，来必讲，即在用着，即在用着，有婉言，有婉言，即四方归之，即四方归之，怀诸侯，怀诸侯，即天下为之。即天下为之。咱有印象啊？原来做伙较一白讲好，因为咱一个文的拢是中国的吼，伊对原则来讲甲伊的功效，来讲甲伊的哲学吼，所以伊拢是中国的文吼。咱做伙较一白啊，备开始，欢为天下国家有求经，我修行也，尊严也，亲近也，敬代心也，体温心也。子书民也，来必讲也，求婉言也，怀诸侯也，修身即道理，尊严即不贤，亲近即自无困地不完，应代时即不贤，体温心即书之报内容，子书民即必成法，来必讲即在用着。求婉言，即四方归之；怀诸侯，即天下为之。太棒了！迄若互我教读经吼，爱就有写，但是这有通啊，等下迄个师教互我讲吼，你安尼真正无礼貌。好，即摆在这篇课堂教互我读一遍来，灾民幸福，灾民幸福，灾民幸福。灾民幸福，非礼不当，非礼不当，所以受身也，所以受身也，气长关系，气长关系，见乎之贵典，见乎之贵典，所以款现也，所以款现也，尊其位，尊其位，量其乐，量其乐，度其所好。动其所好，所以款亲亲也，所以款亲亲也，关心因素，关心因素，所以款代行也，所以款代行也，忠信用乐，忠信用乐，所以款事业，所以款事业，习事国表，习事国表，所以款必行，所以款必行，是性为气，性为气，必令亲疏，必令亲疏，所以款必讲也，所以款必讲也，送往因来，送往来，家先以因不灵，他先以因不灵，所以就管因也，所以就管因也，以绝世，以绝世，以废国，以废国，以乱其为，以乱其为，调平以时，调平以时，往之国来，往之国来，所以怀诸侯也。所以怀诸侯也。你要再一起读一遍吗？安尼会较有印象啦吼。伊是互我一种诶，我有做侪做歹读诶吼，互我拄则请时咱谢老师了后呢，有做侪音诶，互我袂准诶吼，迄八音，咱国语就简单诶，迄个轻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很简单吼，这汉音吼是爱体会严谨。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在北开始，在民幸福，非礼不当，所以受身也。气长关系，见好之贵典，所以款现也。尊其位，量其乐，动其所好恶，所以款亲亲也。
完成因事，所以款待事业。重视中国，所以款事业；事事无表，所以款百姓；日省维持，既人情事，所以款百公业；送往迎来，家成义应不灵，所以流远营业；计绝世，以惠国，利乱之为。调平一时，莫忘其末代，所以怀诸何也。好，这个后壁一几句吼，我家己读就好。官为天下国家悠悠经，所以行之者一了。咱拄则呢嘛，听着咱今日爱讲课程的第二段，咱师讲师甲咱所讲的拢是一个吼。啊，这一代表诚心，代表咱的道，吼啊，因此。一切一本善万事，万事不归本。因此呢，咱同学接着就要来甲各位先生来研究着咱这一段的这经文。那么伊一种呢，同学就依着讲伊29章规章全章的一个宗旨呢，甲各位先生大概一个概念。伊虽然讲咱中央班分4段来做一个讲述，可是伊的意思它是融会贯通。它是融会贯通，所以咱注圣灵，灵通圣灵亲见文武成功的达学，来说明xuất圣之道的这个功代。咱读中药，咱就了解讲，咱文武伊的这德性布在风情，啊，甲咱就讲，而且过程是为伊会当成为一个性温、平温、对伊的因缘，那。讲圣人，伊甲爱讲为情之道，在此人修心，拄则咱修心为本，啊，会咱透过普达道、三知、三行、三达道，而且过程呢，就当注意好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那么，应该咱自身的修持嘛是共款，透过这个过程，会当使咱自身的修持达到圆满。那么来，佮甲咱讲。细节，学校要来分享的是这个细节啦。就明治天下国家现有经之法，在此前伊到后壁是一样，但是伊做这个细节，咱的学校会甲各位先生来分享。伊有9个原则，9个原则，所以呢，伊讲甲非常非常的详细。那么搁在后壁，下晡就是轮着咱。小分讲师，伊就来讲着财务自建模式，就是做每项代志，咱拢爱做事前的这个准备，因为机会就是互准备好的啦，成功嘛是互咱准备好的啦。那么做出圣人因先性，就是伊着讲圣人，甲爱讲的这话，以人纯正义为主体，分了千术，表示有了讲，但是规个到一个成语。这是全篇的思想，所以讲，咱的中药33种的款，拢是咧讲这个性，甲后壁伊咧讲自然性、因自性，而且拢是咧讲这个层次。那么这个性是为咱内在所显露出来，的一个关键一点。那么以前学就来甲各位先生分享经文，这个经文呢，拄则咱就读。再读一遍搁读一遍，互咱增加印象。匡为天下国家应有经，或修身也、尊严也、亲亲也、应该性也、体规性也、做事人也、来逼讲也、如远人也、怀诸何也。那么第一段学法一句一句甲各位先生分享，因为学法足麻烦，这个经典真正足麻烦，袂晓融会贯通，所以学法甲拍伫这个荧幕上，所以各位先生。拍伫这荧幕上，互我特别紧张，淡薄背啊，而且因为互我真正惭愧啊，惭愧好，那么这个为反为天下国家应有经，切为也是地理。那么一个人本比地理一个国家，伊就会有伊的方法。那么各位先生，是咱是反着来讲，咱每一个人拢是家己的领导者，嘛是咱道场的领导者。有
为咱建议电话司令领助理所有这些干部，他们如何对性来外后要主办好办好点，一定要有方法，我时常爱学习哦。有一个目标，你一定要学到方法。为什么咱爱上这么济课程？我代志啊，较来听道理我爱来听。但是咧，各位先生，为什么4年教育为上在简单的理解6个领域的学习，就是要教你安怎去导人去生存人生内面安怎内化家己。那么咱内化家己了后，你才有法度人去亲密。这是一个步骤，一步一脚印的通过，毋是讲你研究到了，慢慢在就好导人。但是就好导人，当然就是你的关键3年1年。可是来要生存人生，这是生命的大学问。所以讲，为这是地理。那么经就是经常哦，经就是咱信任所留落来的法则。但是法不是信任所讲的法。所以咧，咱过去信任2000万年讲的话，咱怎样做你听袂到？伊主要爱借着过去的信任，甲记载落来了后，收集3种12部经第45部经来互人研究。那么咱研究了后，照着这个过去信任因行为踏步精神品质来形成。所以这就是经常经验、实证领悟的这路径。那么伊来讲有究竟高下，各位亲戚，这拢是学问的啦为什么讲高啊？另外讲杂项，实相是比较好，是全是为什么讲究竟呢？有话就咱的大门咱一儿生堂领导的大门，咱前人非常慈悲，非常有智慧咱的大门是高笑、高顺、高稳。那么九就是一个用数，也是一个结束因此学校伊有一次呢，咱组织咧叫学校呢爱来讲解着咱医学性能经的这个文化学赶紧甲咱这个资料给啥物登读，才知影讲为虾米咱前人用救。那么学校到这个时阵，知影讲原来咱每一个人都袂使伤过火当然这是一个结束，而且呢也是要咱体会讲，咱人会当感受上变化讲话爱流体做代志爱流体安尼会较会当原谅，较袂得罪人。学校而且呢学着这个物件，那么再落来。修心呀，尊严呀，清心呀，咱是讲修心呀。那么修心伊就是本，修心的本的8根心，只要咱修心会晓对咱自心做起。那么咱所留落来，咱因所留落出来物件拢是原谅的无碍的。那么咱就当利益天下。那么由孝义大有义对他人，应当以修心为出发点。主义是出发点，我来体会。已经心咱若来求道，知影道好了后，知影修道行道办道好了后，咱才有法度人行出来，而且才有法度人付出。若无，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修心是本源，由因自修。只要咱本的正德心，本的正德心，那么我讲这个尊严，这拢是大纲尊严修心是本，尊严是大纲。因为修在尊敬用有限的智慧，所以呢，伫咱道场，咱拢非常尊重咱的老菩萨因为咱现在有这么师叔，这熟悉的些道场，会当像电风吹恁去一只好的医院治疗900块，因为我爱上过要所以我知影治疗偌济钱治疗900块，互咱坐甲会拄拄，脚会翘起来，头壳会开起，困甲会打呼。各位先生，研究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因缘，真正爱深深感谢着咱的前辈者过去的牺牲甲奉献。所以呢，咱爱上单位，咱王典法师，咱前人呢，咱9月8月16，本来8月15日同开开过8月16，这一个敬老感恩的一个活动，我们
咱的大菩萨有法，安尼去甲访问几位袂当去安尼，互我来送咱的迄个田老师呢，非常慈悲做的一个金牌，金牌哦，各位先生，迄是比黄金较贵重，但是而且金质上是无足贵啊吼，但是那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深远。前辈遮老婆，咱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表示咱做互学问呢，一定爱尊严，爱尊严。来亲亲呀，拄则你会记的哦，这是上头前的，你若记好条，后壁咧讲啥拢知影。来亲亲呀，饮水思源，知性是本源。咱有咱本性的这个源头，也就是来自于咱的李天老母娘，也是咱的本源。所以咱是一报其主。那么亲先后天之亲，代天宣化，配天一报先天之亲。那么来到这世间了后，经过倒了后呢，有一年，咱就会晓来学习，来修办，来翕讲得着，来依天具表，报后天之亲。有一咱师父讲师讲的小学、中学、甲大学，伫校本内底嘛，大家讲非常非常的济，互我而且无再重述啦因为佮讲互我的资料可能会真正讲袂完那么其实，而且咱有啥物我拢安尼想，听道理道义较轻松的，袂晓听这经典，互我安尼想，这辛苦，就是讲，咱加要办圣贤书，因为咱今日是一本万利，而且咱是要求圣贤名，做一个正确的代志，那么咱一定要摕圣贤字，因为咱若无摕圣贤字咧办圣贤书，绝对会当达到完满。咱有足济的不足，那么只要咱学经典了后，咱内化咱家己了后，咱今日就有信心，甲咱的诚心，甲咱的坚心毅力，继续行下去。这是互我的一个体会。那么搁再落来，伊就伊的性格，就伊的细节，甲咱安怎应代行，尊敬贤德代行，以歌名下，尊贵行义，行事归于中，如咱的老辈。三请孔明，咱拢知影，三顾茅庐，三顾茅庐，台语真正袂晓读。三顾茅庐，三请孔明。尾仔的老爸的天下是啥物人拍？是孔明，替伊甲咱这个楚霸王项羽拍着天下。所以遮也就是讲，咱今日先敬代事。那么来讲较咱自身个体来讲，伊是这个代事，有册甲咱，伊的册甲咱讲。敬代事就是咱的心，咱要把持咱这条心，总爱把持心的，人讲像咧搞飞天安尼总爱把持。明明我就想无爱顺利，可是呢，听了一句话，马上动怒，马上受力还是讲咱用词的特性中间呢，如果已经袂合，马上举手，这是合，马上举手，我无同意，安怎。有时小可一个代志，佫会吵起来呢。所以呢，而且要把持咱的心，真无容易。可是，这是重要的事情，就是咱首先爱互人把持。那么在会呢，伫这团体内底，咱一定爱会当尊敬贤德代事，敬贤事者，而且呢，伊是安尼甲体恤。那么体温行也，体恤重视悉心处地体恤是的。虽然上下伊配东西，我今日不管咱伊是一个家庭内底也好，伫咱的市场也好，伫咱的课堂也好，像我伫爱上也好，来到咱义和新等也好，咱要如何小义大同？一定无共款标准，但是咱要如何一体化，以大体为中心？这也就是讲，今日咱拢爱体恤，重视。每一个同修拢是咱的最好的伙伴。那么咱如何？而且呢，当然伊这是讲到一个君王要如何体君性，就是一个君王一定要体恤重视，非常辛苦的时阵呢，要如何甲伊嘉奖？那么而且有就有看到一个小典故，就是讲咱今日每一个人。拢爱互人尊重，拢爱互人尊重。就是讲，我今日
虽然我是一个人才而已，可是我去扫厕所，那么他需不需要让我们尊重？需要我们的尊重。水洗无清气，但是咱嘛爱要如何来教的？要用啥物物件把这马桶洗会清气？这是咱做一个前辈者，要如何非常委婉的这言语来做一个教的？互咱真正有法度，每个人都受尊重，而且同理心。因为每一个人的力量袂共款，因为家庭环境无共款，教育的环境无共款，伊所生活的环境无共款了后，咱产生了所有的人力量袂共款，但是咱的自信是定定的。所以咱今日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咱是人的前辈者也好，咱要如何去尊重每一个人，而且能够同理心。同理心是足无简单的啦，同理心是足无简单的。好，再来，知书一样，喜民如主，爱民如子。刚民其后，以及教化万民以利为己。各位先生，而且一个君王，伊也非常疼惜伊的子民。那么而且咱今日来到本是家庭也好，有只要教着咱的囡仔，师傅讲师的张老师伊讲要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可是而且互我深深的体会，咱爱的教育也免咱加一个体的纪律，一定有规则的。比如讲，咱着要修学的，咱有15条法规，咱有10大愿，这也就是咱的通课。那么咱主要，咱每一个人甲做好，咱着当以德教化万民。咱去度人嘛是同款啊，你今日若无家己为了得胜要去度人，你想倒来甲你共款，要安怎？像你安尼往骂人，要斤斤计较，想我一个物件，讲，路都无3寸的，拄仔前讲一地，我会去第2个，安尼的时阵，咱就是讲，哇，你无采收银啊，这无采食菜，真正出侪这经验。那么咱要如何做一个改变？那么要安怎做一个提升？一定爱心中有真理，心中有真理。来立公约，即来各行各业使百姓安居乐业，心悦平安。也就是讲，伫一个国家要当强盛，要当迄个物质丰富，平安，乐业平安，乐业平安，各位先生，咱一定是一个君王，亲像咱台湾上歹做是咱部长，我安尼想，经济部长真歹做。行政部长虽然歹做，我感觉经济足重要，因为无顾我倒尾来顾不足，所以伫咱互我去泉州学习的时阵，伊拢安尼问我嘛，姐妈妈，为虾米你今日来你甲厨房啊，你食烤肉爱趁钱，你钱对来？我爱去趁钱呢，我今日若有钱，就用看去。各位先生，伊就讲我们是没有文化的。我是无文化，所以我只看钱上重的。互我甲讲，阮今日来到遮，来到大陆，甲厝里放的，我即摆是放老公的啦，其他拢还好老公无帮人食，就来想办法。那么来到遮，不过就希望伊提升咱中华的文化，互咱的道德观念愈来愈好，互咱的家庭愈来愈美满。所以要透过读经，爱读圣经册，咱头发都人明理。你明理了，总体毋才会幸福。迄比较读经班的妈妈就讲，我们都没有文化，我们都不识字怎么办？我讲袂要紧，你有捌字袂要紧，你会当用录音带，录音带。所以呢，遮各位先生，我深深的体会讲，咱今日会当生一些蓬莱仙岛，咱是非常非常幸福甲幸运。咱招来各行各业，互咱百姓安居乐业，咱真正着有时间来修行学道。这是咱对意识修来根基无毋对，但是咱嘛爱珍惜。咱讲师承习主要在造礼福、孝福跟治福呢。治福最重要的，这是互我的体会那么就关键呀，公私宜贵，安抚交代，是阮互万方来啦。时节情由经义，万顺应义，
变通理解。搁是像咱若是搁讲哦，有台湾的请转来啦，对无就请转来啦，还是咱外国的就请转来，咱是毋是非常的？能够讲以礼相待哦，就咱爱上大部分啦吼，泰国有青岛、有泉州，会就请转来。那么转来了后，咱弘典法师交代护法神秘师做过啦，这工课拢是护法的，护法爱对呢，衣物啦，食住行，衣嘛是爱呢，伊若要去阿里山做寒的吼，阮找吼，就开始甲所有我头兄啦，像阮囝来吼，就甲阮兜的布鞋摕出来，互因会当真正非常，而且感恩去到阿里山爬寒，搁好爬山，所有的安排呢，咱每一个单位拢是同款的，就咱即个倒来参加，倒来参加呢，互我看到王宪章点传师，陪迄个非常的辛苦，咱讲去到阿里山，因为互我嘛有去啊，去到阿里山，不管是落雨开始咧雨伞，来爬山一步一骹印，行到骹酸手软。伊敢真正足爱去到遐爬山，像互我今年去阿里山已经4遍啊！各位先生，这也是要真远去要讲起机会，互因感觉会当感恩。那么感恩了后，要如何加入咱循环道的行列？那么咱开放到大陆，开放到青岛，咱要会当感恩着咱的分会了，知影修道好，感恩着咱这个道场是偌离咱道务是偌离咱弘典，分做一个感受那么怀诸佛呀，诸佛善果在四方。这妈妈足紧张，讲袂了袂赴食饭，所以拼汗啦，阮师姨吼是比较我提醒赞，这妈妈等下等较请一下。诸佛善果在四方，必须结己以温，为己以乐，夫己以定，使国诸佛受大的感化而归顺。各位先生，互我读到遮的时阵吼，咱敢有看《弥夜传》？《弥夜传》咱听少年的可能听到有啦，老菩萨可能听无，因为互我有看《弥夜传》足赞的！一天听得出来两集，互我拢到时啊伫遐点1点开始，互我拢会坐遐等的。我老公讲，你去有功戏有益，较紧去读册。我莫困中昼，我就才研究者。各位先生，其实咱伫咧看戏剧的过程内底，咱嘛当去体会着经典的，互我看着，迄时才知影原来一个国家、一个国王有足济诸侯。那么伊要安怎对这诸侯的照顾，要如何互这诸侯咧，拢会当归顺，真正无简单，真正无遐尼简单诶。因为这诸侯嘛是背叛君王。来开始咧，能够讲躁乱，所以呢，而且也是讲，其实来行伊甲咱伫道场共款，咱家己属于道场，也就是咱有开放到各国的这所在，比如像泰国，咱有万国清迈诉求，搁有清代，这过程内底，我电话是较满意顺畅，安尼，15延到16，来飞机延期延到17。加开5000箍，我电师伊都要去顺产啊！因为互我来分等伊的册，也就是咱的电传师，这开放所在就亲像伊的产地共款，伊爱不管是随时去顺产，因为阮电师知知影，我去电师遐时，曾经讲8点半就出发啦吼，打电话讲9点外已经到，要10点已经到咧，迄个桃园机场，准备要飞去泰国顺产。那么这也就是伊诸侯，伫咱道场来讲，迄就是伊诸侯。那么咱的地传师，咱的领导者，一定爱去为己以乐，结己以温，夫己以定，互每一个诸侯拢来受到的感化而归顺。咱师虽然无去，可是咱各所在的这个干部，伊会当非常努力来推动道务，用尽方法来推动道务。这也就是呢，咱前人点传师的一个德性的感化，要用对应的这份
讲到遮，这就是个优点的关键。为修身的本，来亲亲尊贤的这两个大纲。那么，我哈用的这个表呢，来讲，互咱各位青年，搁在做一个，来做一个经历啦。那么经历了，咱更较有印象。这我较袂晓做啦。这那个拜托阮崇辉博士把我做来，我来要做这个，我得跟这博士不是不法度，不是各位谢谢。我们也可以拜托会的人，不会不耻下问，不会可以拜托会的人。好，分数记得一组丁哥，一组 B 偏万，一组力。那么以修心立本，那么你加修心立德，修德以礼，不归。是要创啥？经典落来做啊，内化。我亲像的题目，咱爱修内化，内化就咱的意念，要如何真正调圣贤的智用，圣贤伊的经典伊的原则来修办的，还是讲来处理一切人事物的这观念。那么而且，伊讲亲亲仁者，仁也，那么尊严义也。那么跟落来呢，有三个世代，那么咱有请礼数，爱先会晓主书礼，咱建议修法就嘛共款啊。咱的前人电话是时常甲咱自比开始，你家己修行怎样得好了，上少爱对个身边啊是带动，对咱的先生好法，对咱的先生，对我查某囝来个孙仔，一定会当带到道场。这就是主事理。那么来一个，当然顾北道，要安怎顾北祖？可是圣人来讲，有性，若有犯性事啦咱会犯即顺。那么无性犯不顺，互我亲身的体会，互我过去的互我20多年前的互我，甲即摆的互我，差很大的，各位先生。上天干做最好的安排，互我老公时常甲我消遣，食饱食肥叫我推，若要出门手就伸出来。老公，我要来泉州呢，机票是啥物所有，我做安尼啊。各位先生，放心，老公绝对讲，我一万就有够啊啦。伊讲，因为去拢带负长啊，对无？出门就有车人载。伊讲无，2万块太棒了，各位先生，这是事实的，这毋是甲咱骗的那么，而且也就是讲，一定要有趁钱。但是你只要你甲性事看出重要，各位先生，咱的经济来源咱袂烦恼。互我老公，各位先生，互我咧讲，咱嘛讲互我做伙啦，毋是持续上落。互我出国去互我老公生理非常的好。我若出国，逐个拢会酸痛安尼敢好？伊讲，你要出国，伊嘛会酸痛但是拢会来找我呢，找我就经济来源啊，真正，互我若出国，因为迄鲜香啊，爱家煮买饭啊，搁爱看内面，爱家洗衫，爱洗面面，忙得团转。可是呢，甲我讲，我袂当出去，我袂当主动讲叫你莫出去，所以也是安心啊出去。你等下我原在阁是82公斤，绝对袂有散的。各位谢谢。走出去就对了，老公让他习惯就好，觉得就好了。一早的互我行袂出去嘞，但是起码我放心甲行，甲做起来水啊，甲做运动裤，你也晓去洒水饺嘛，若袂晓洒，你就家用吹，我教袂晓嘛，教用煎嘞，袂晓煎啊炒粿蛋。这也就是咱亲亲有情义疏的这性质。那么来讲咱周婉仪，周婉仪就是讲对咱国外，还是讲咱毋是咱厝里的人，毋是咱厝里的人，咱就爱非常照顾。亲像我若出国，各位先生，有时啊，阮老公讲伊一个中昼送3个便当来，各位先生，一个中昼3个便当，因为阮生意换一个，另外换一个，阮阿祖换一个，我3个。伊知影拍电话讲，请你3个我来，这3个我爱食3顿安尼有周婉仪无？真正你性格有够好诶，有够好报诶来尊严，来敬大事，有
当然，来到咱的心当中的重心，爱心，爱心聊定，哦，来咱的录音，哦，才会听咱的话呢。因为这咱的心哦是会住在咱的内面的，那么坏之后，就是讲，你只我甲咱写出来，而且因的有根而远，吼，有根而远，这是这究竟的原则。你怎会落来？要甲咱讲，咱针对咱行究竟的这原则，啊，伊的功效，哦，伊的功效。修心即道理，尊严即不行；心心即自分的决定大事即不行。体规是即事之本内容，附属于八世法来的公职在用着，有关于即四方规矩怪诸何即天下规矩。即段也是究竟伊即功效。修心即道理，道理就是有点理由的。的属性而为，只要咱心向内将清净无量，哦，付诸一个心、爱心、身心，付诸一切，各位亲戚，咱对非常道有呢，绝对成功，而且袂感觉足忝，哦，亲像阮迄位个咱真正足忝，啊，敢会忝，绝对袂忝，哦，逐日就足欢喜个。会知影办偌工，下晡6点多，吼，啊去考思考了咧，恁两个咧，真正两支骹倒咧吼，拢毋知讲要囥倒倒呀，各位谢谢。啊，但是足欢喜，倒真正够好困的，因为咱今日做的是一个终身的代志。那么咱今日若去趁钱，关系即我有够忝，我无去参加思考，啊我办桌无去做人才，啊我无去讲三宝，会足稳准的，足稳准的时阵呢，会足。困袂去吼，然后咱今日做办桌尾较快，咱率性而为，无负担，而且会非常欢喜。然后欢喜上我就是迄个感受，佮有志业，志道不灵验，绝对要有定。哦，那么这道本无道啦，哦，所以讲道可道非常道，那通讲一个是道啦。那么遮边仔迄落道一定是因道天性，但是一定是因定。天无，人讲天无地，地无因，道不方言，人行方道。咱一定是透过咱的行功定定道人生存道心的过程，才讲道心的过程，互伊知影讲道的属性，道的属性。那么自天出意义，所以伊是家己属性为本，本主本立，即道心，这咱时常听的这词句来尊严即不偏，各位亲戚。一个贤者，伊绝对是心地公平，有道明理，有理不行。哦，那么咱一个君王会当中用贤德之人来辅助，即不行，而且会当行正无私。所以我看迄个《明月传》的时阵吼，迄个国王是啥赢，毋啥，但我咧看电视，你拢无咧看电视。哦，互他哋感觉讲吼，他就是以这处理政治的过程内底非常有原则，而且嘛足疼爱伊百姓，而且明君的时阵呢，他是最帅的明君吼，最帅的。那么而且咱讲到有甲咱想法的过程内底，哦，咱的点文书还是咱的前人，伊如果会当中用心地公平、有道有理。贤德而且人来辅助，来辅导咱的道务，那么各位先生，我们的或许就无惑，咱就无疑义，咱共款，亲像互我这本书助理主编互我担任领导的这道职，而且过程内互我常常爱思考，互我有我的组长，那么互我要如何甲阮的组长合作无间。咱是讲比赛啦，可是呢，伫咱爱上内底、领人表内底，咱毋茫吼，真正道有够我，大家来开会拢咱上歹吼，啊，我从这个过来阮兜啉茶、啉咖啡啊，真的是这样的。我的前线啊，讲领人要叫你开会，就烦恼啦吼，就烦恼啦，吵，因为道无好，你安时间真无好，你无太要开会啊。我无啦，但阮兜啉茶吼，我啉茶啊，你啉咖啡拢有。阮兜
无啥物啊，无这就是有土地人去各位先生，若有时间会当来阮兜访地，因为这摊子都爱买地吼。好，来到这，咱第3000万不离地，哦，咱的子孙老大伊嘛常讲啊，千万不离行地行。各位先生，好哈，若伊迄个时阵会做啥？会做助理。有不满的时阵，我做助理呢，甲住呢，太安尼，会不离行地行。但是呢，咱只有一个行地行的时阵，咱要如何来改革？如何来解决这个干部这人才伊内心的利益的迷惑？这是咱身为一个领导者干部，单主人才去爱学习的一个智慧。毋则讲3000万不离行地行，不离经验，不离训练，不离行地行，会当增加咱的原力，鼓励再鼓励，你如何来参班，如何来兴功立业，一定是透过行地行，共勉咱家己斗会当有所成就。所以行地行望离开运动，望离开经典咱就益着咱的机器，那么运动会当互咱非常好的生意。那么亲即自分的不管轻重何物，无管你无对立。你知咱师傅讲师讲啊，这5日的时阵，享有地中，这物件讲起来，这世界史来讲，非常的这伟大，因为拢对着这个利，若讲道义，立字摆中间道义摆一边，毋是安尼，咱今日听到了学道理了，咱道义摆中间，立字摆旁边其实只要咱若会当无好，咱就无怨言。亲情朋友，大家拢是好朋友你来做亲情，毋是遐尔简单好，亲，但是有亲宜疏，伊是拢是重复的啦但是夫子处好，朋友地公，这个物件咱爱先做好。如果咱若今日伫这家庭内底，咱无法度夫子处好，朋友地公，各位先生，伊无可能甲咱受到。阮从囝老母讲，妈妈收音像你遐歹。收音台来学像你学白骂，迄个爱煮饭讲学白走，各位先生，这安尼敢要甲咱受？无可能，一定要先改变咱家己，才有法度感化别人。所以咱爱先尽这家之命，伦常之理，再推进继续重视。对比较四海之类概念，伊讲动机用知识来爱人、导人、化人。咱去到国外开放。咱无熟悉的道亲呢，伊拢会甲咱问，恁钱几块来？恁来目的是啥物？咱无熟悉，为虾米你对阮遮好？无煮迄遮丰盛的食亲呢？像咱即摆安排有即款的妈妈，我甲阿祖两个去，就甲请呢，即个食讲食亲，先来伫安泰先甲安泰来咱泉州的佛堂一阮两个甲阮领人，甲阮天的领人。爱怎开始准备啊？晚安前行，开始往分配，一个人做5项，真正来规个圆滚滚的，各位先生，食到有够欢喜。讲我大约绝对食袂着，遮尔好食的素食，叫阮两个去开自助餐啊！我甲讲千万毋通，阮两个即马无要做即个啦，要做即个就伤忝就无法度国内外走，安尼走来走去。各位先生，这也就是讲，咱要如何去感化啦？一定爱有爱心，搁要有热诚的。咱去到遐有啥物放亲啊？今日去找因，就来一直忝啊。我明仔透早爱去买菜，来开始分配咧。前拄是2个炉仔尔，要安怎下昼来煮10项？各位先生，你因着爱准备啊。阮已经就开始伫遐做迄个香芋排煎的迄个泰国酱啊。所以讲，这也是讲咱一定爱用尽咱的爱心、咱的方法来甲各位前辈建一个善来敬代是不贤就是有善有善观，就是讲你袂无义啊为了收到无义呢，行乡对白，毋知影宗旨伫对，目标伫对，就行乡对白尔。为人来讲，今日天下早坐到下晡听道理。
我拢袂记，我拢毋知吼。啊，等于吼看着无欢喜，破口大骂，看着囡仔无乖，破口大骂的时阵，人讲啊，你今加听呀，吼，这就是咱的修养。而且大代志咧，抓物件，啊，无法度人领导咱的真理，无法度人原谅，所以咱应该敬代志。那么，伫这个国家内底，伫这个道府内底、道场内底，拢共款要酸甜污礼，而且要选有贤德的人，而且上好该有仁德。可是呢，伫咱的道场内底，咱的地方师也是讲爱想助理，伊选的呢，干部推就是讲，你有德就好啊，你做项目业，伊项目会当倒啊，项目助理会当倒，像我以前咧叫我做首席无讨哩，可是慢慢啊学，伊咱咧食嘛咧学啦吼，人咧食来学啦，来各位谢谢。食即项菜的时阵吼，你就会讲，咦，这哪啥，咱无法度100分、100分、100学起来，至少有50分，再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调整。那么咱今日咧敬代志，就是讲有才德，像咱的前辈者，咱的顾问主席、顾问级的，像咱爱上顾问团的，这顾问团呢，伊所甲阮准备的，就是正义正德。伊绝对袂甲阮讲，像我常是阮班副顾问，我看伊哪有来，是啊，金光闪闪，我来去找伊的时阵，伊咱咧甲我讲，爱安怎，伊早日新年过年安怎，搁再安怎，甲咱教，搁甲咱鼓励呢，若要转去吼，伊就讲，你准备，咱就要准备啥物个，福方才是咱运变过，各位谢谢。这嘛是咱来学的一个德性，伊个是咱爱上的一个前辈者，是护法的一个长者。可是伊，人讲护法，伊是咱中央区的一个领领，嘛对护法是一种尊敬。那么护法会学咧，绝对会学。人讲妈妈啊，以后是大人，后加咱的主的以后人的操守啊等等，有样看样，无样。人讲家己想，所以遮，咱嘛伊着当代中呢，敬卫经。拄则咱师傅讲，卫经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忠诚。伊看到咱当代中有啥过失的时阵呢，伊会甲伊做一个检验。那么咱当代中嘛会甲伊问，所以才讲，以大为镜，会当，为啥？我在这里以大为镜去正衣冠，就是咱过去无行嘛，以大为镜去正衣冠，那么以古为镜去以形体，以形为镜可以一性，就是讲今日咱虽然是一个上帝的这国王君王，可是伊嘛有不体行，讲祸混者运，那么各位先生，咱嘛是同款，咱袂晓咱就共问，就像咱袂晓煮食，咱有迄个烹饪班的时阵，咱刚爱去学，哎呀，一定爱去学，咱袂晓礼节，袂晓片强的礼节，万德礼节，刚爱去学，哎呀，这也就是讲，这个因缘因素甲伊的关键，咱就一定要来把持好了，来体分析，这是报类中，报类中就是上面体述分析伊个挂字，伊个代志分析必应甲有心。中进是不达分数必优势。那么，而且咱就是看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自进自战的时阵咧，出进自战的时阵啊，而且是转王伊有一日，就是要为了伊这个军人，数九年，那么伊数九年的过程呢，煞失电啊，结果就有成为这个军神呢，这个军人啊，就是伊新人呢。新主呢，就非礼他的臣妾，非礼伊心切，就是伊国王的这个妾，伊的这个太太。那么规个时阵伊会金无仔嘛，所以伊就甲君王讲，但是君王呢，知影了，伊嘛无处罚这个，伊这个新人。那么无处罚了，这个新人会足忠心嘞，处罚了这道这个可能爱走嘛，但伊走爱。迄
跑出去打，真恐怖啦！看高中的鱼吼，拢跑出去打。那么而且呢，这个层次呢，会使讲敏感于心，讲进出哦，所以尾啊，伊很见性。而且也就是讲，虽然讲杀鸡儆猴，讲伊大家教教，就是讲，虽然伊无来处罚这个新主，可是呢，所有其他的人都看有着哦，所以才敏感于心。那么而且共款呢，咱今日做人的经验者，咱要安怎来体恤咱的护学哦？啊，要如何去甲伊照顾？伊个伤态，会当感动，伊来甲咱共同哦来办理三则，大家报道即个代事。讲辛苦是做辛苦的吼，只是讲欢喜上班的时阵，咱拢甲食苦当作食补吼。来，主持人即必习惯，必习惯是讲互相规范，做良民，心业幸福，以主入大局，令其心应上。那么而且这也就是讲一个温哦，对百姓的这个理念。那么搁再落来哦，咱来到家庭也好。咱甲职场也好，甲职场也好，各位先生，咱共款爱有一个爱心，真像互学即阵诶，咱心灵班咧学习，咱伫心灵班咧学习，领班诶这过程内底，各位先生，连报名的时阵拢要甲60个，啊来呢，读到1年要升2年吼，若剩有40个吼，互发咱阿弥陀佛，因为呢。在座搁若我哩班的学员吼，因着会当甲我一个应酬，因为互我大家也要闭班吼，拢甲拜托再拜托，自卑再自卑，啊要甲拜托啥？要甲自卑啥？请因毋通参加，请因毋通自动退学。各位先生，咱亲像互我的囝诶，咱像伙食团诶小朋友吼，伊拢讲叫妈妈。你是我们班的老大，我说不是老大，老大会抓去青岛关起来。或许不是，江妈妈就像我们这一班的给路哦，被安我感恩欠给爱要我大喊哦，你们不要这样子没有配合，你要配合了后，那么咱建议咱即摆有成就了后，拢是大家的成就。因此呢，互下拢爱苦口婆心哦，苦口婆心改拜托再拜托。好，那么就再来别讲即采用足，采用足就是对应着咱的事业人生有一个丰富、经营、安居乐业，这非常的重要。来到咱道场也是共款，咱前人典范是所有的前辈者，拢感觉讲，咱如果今日巴肚若有饱，那么咱真正就好多过不做啊。各位先生，咱是低着上咯。你讲你咧参加讲哦，你自看自做简单的是办得，来不及了啊。第一，互我时常安体会，10岁看智力，20岁看学历，30岁看能力，40岁看经历，50岁看财力，60岁就互我安尼看体力。来到70岁要处理吼，人爱考虑啊。哦，像阮经理社啊，他23方面28号我要甲互发甲阮新竹组长来传授，互发长个身体，因为伊伫啦身体甲塌碰者，你有法度爱无？伊讲有，我这身高好，绝对2倍甲你去。咱爱考虑面，哎呀，但是伊平心性，甲带出去，敢爱甲照顾啊？各位先生，我们要把握当下，咱个会行会走的时阵，廖老师。领伊组长甲咱讲，爱创啥，咱爱试，才有那边的机会。然后妈，我不爱去，我吼安怎，没机会。像我丽香组长，你叫你一个人才，叫一届摕一届，第2届搁摕，第3届你绝对拢无机会。真的呢，你说要来办到当上，你没机会，因为伊甲你叫2届，你甲摕啊，第3届就无叫你，因为人才呢。其他有很多人都有机会哦。那么咱建议，只要咱来有救，各位先生，财很重要呢，因为我发现是阮爱上回的，
存偌济钱，逐个人来报告，啊，写记时早起啊做手册，啊无钱的时阵要怎？会找地方师咧，地方师会找咱咧，因为拢讲钱咱咧底啊底，所以咧经济足重要，因为即只船若无海里若无水，你即只船就你煞袂行，所以讲治水嘛足重要。因此，为虾米咱爱上食品？我咧四节啊，我上好咧四节啊到啦，去厨房啊，去咧卖物件啊，还是去咧斗包便当，去咧斗包便当，四节啊，会使讲非常的辛苦，亲像阮即摆，互我伫遮广告一下，应该袂要紧啦，阮爱上这金菇酱，就是阮徐坛主咧伫批号开发的一个产品，一罐仔细罐啊，250块。阮徐坛主讲加减仔趁钱，咱嘛50块。但是阮的活头菇是伫阮爱上做好运过批号炒金菇酱炒好，咱运来台湾互阮卖，各位谢谢。但是为什么徐坛主遮辛苦？伊爱遮辛苦，伊他带批号请人做啊？为什么安尼？伊讲，领哩，安尼咱爱上交无啥。到了阮的机会，因为做交是不是做辛苦？会歹你会晓做，对不对？多麻烦呢。那么咱交无啥来做，免工钱，做动起来，甲捡去到批号了，炒好一罐好，再寄来阮爱上厨房买。爱的有经济无？各位先生绝对有。想要做的甲来阮爱上好。但是伊咧炒的金菇酱，就是像批号的迄个啥物酱啊，我无啥知影，佫是果酱，咱炒起来处理真正有够好。因为咧，伊的后生伫市内跟大饭店，咧做厨师，那么伊甲有法讲，伊讲领哩咩？阮后生因公司的董事长讲叫伊迄材料甲迄配方迄个炒车的内面，互因公司卖啊。领哩你看安尼敢对？因为是因后生研发出，我甲讲唔对。迄个徐坛主，你叫恁囝炒素食，爱推广素食，而且佫会当互咱爱上有经济的来源，基金的来源，益取好几的，佫有一个会当了源，伊讲好安尼我甲阮囝沟通一下，各位先生，阮徐坛主嘛有经济啦，爱上嘛有经济，嘛有基金的来源，真的是上天做最好的安排。伊甲我讲，领哩。上天做最好的安排，我讲嘿，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才有才有就，一定要来必讲，毋是爱来一百个工人的，各位先生，这毋是这个意思毋是来一百个工人，是来振兴我们的实业。你像人做者单位嘛，拢有开寿司馆啊、自助餐啊，可能去都用食，毋是在食饭，迄就是迄个。单位啊，我迄方面想不出来。那个经理就跟后学说，因为迄个时阵咱时常带着亲戚食饭，伊会记即互我嘛知影迄个经理啊所以甲互我讲伊是咱苏山迄个单位，所以伊嘛是开一间，就是要出国人出国，等来当伫即个餐厅上班，那么这经济基金就来自于要办单位基金，所以就请这来比讲即才有种。对咱儿童特区是非常的这个需要，那么就阮的这四方规矩，咱对来自外国、来自于咱较远方、高雄、台北、宜兰的特亲，咱要如何来照顾，会当真正一心为咱天的如何为主体、为大体来拍拼。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那么，怀如何天下为止？只要这个人均由大地大位，那么会当降至济钱，降至济钱是非常重要。只要你有定，就我当降至较济钱。因为呢，一个组织、一个组织，要真正会当成功，要有制度。就要有定，而恁落遮若无定，你设较济制度，没有办法遵循。那
么咱今日如果讲咱一个领导者，伊是一个有定，那么伊就会显得出伊的威严。哦，那么会当来感化着咱的学校，真简单。要来管理嘛真简单，相对的一个民本要对伊外围而且诸侯一定爱怀疑，诸侯带咱维威，带咱维威，这是一个因缘，一个因前因后，天下无为后之。所以这一段嘛，就是说明了究竟而且内容的前因后果，前因后果来学法，就要来讲为什么伊要讲这究竟的哲学在哪里？哲学在哪里？学校袂去读啊，这是上人学校的一个体学，这一段是上行下效的哲学。伊讲，拄到一个英文会当安怎，那么来开始，以所有的百姓要如何来归顺，互伊会来感化，包括着咱本学，而且激情甲伊行义，国家会当强盛，这就是一个哲学。那么或许来跟各位来分享。在于生活规咧讲，所以修心的，这一段这一部分也是修心的体学。那么由咱自己做起，因为修心为本的即德性，爱以修事本行动，其实修心的体学非常非常多。咱对大学来研究嘛，做者对中央